唔知大家細個搭船去長洲嘅時候，有冇好似我咁樣搭緊船嘅時候，俾爸爸媽媽講嘅海盜故事嚇親呢？驚死有架海盜船衝埋嚟搶嘢殺人。仲記得細個嘅時候聽住啲海盜故事，喺度諗香港係咪真係好唔安全呢？嗰陣成日聽人講張保仔，不過你又知唔知道成日聽開嘅張保仔故事有幾多成係真嘅呢？長大咗之後先發現，原來全港有成堆叫做張保仔洞嘅地方，除咗長洲之外，仲喺舂坎角、南丫島、塔門、赤柱嗰度，個個都話入邊藏咗寶藏。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啲故事究竟有冇根據嘅呢？又有幾多個真係張保仔入過去擺個寶藏？甚至你有冇懷疑過張保仔呢個人其實係咪真係出現過㗎？今日呢條片就同大家講下全香港最出名嘅海盜張保仔。事實上，清朝官修地方志，例如番禺縣志、新安縣志、東莞縣志入邊都有記錄張保仔，而佢真正嘅勢力亦都遠遠唔止喺香港咁簡單。根據記載，張保仔帶住幾百艘船，冇成萬都有上千人四圍活動。香港只係佢其中一個可能停泊嘅地點，而香港島附近有清廷水師駐守，好似而家喺銅鑼灣附近嘅紅鄉蘆信、大鵬協下轄嘅元朗信、大澳信、榕樹灣信、九龍寨城、九龍炮台，所以香港未必係一個海盜嘅良港。所以所謂張保仔洞，大多數都係後人加上嘅名，可能係為咗增加旅遊吸引力。又或者係因為純粹啱啱有個天然石洞，然後以訛傳訛傳出嚟嘅結果。咁不過就算唔係真嘅，都唔代表毫無價值嘅。每個傳說都反映到當地人對過去嘅想像，亦都係地方文化嘅一部分。講返張保仔本人，其實佢細個都唔係咩大人物。相傳佢本來係江門新會一個漁民家庭出身。15歲嗰陣時喺海上俾海盜圍攻，佢老豆就被殺，而佢呢就被紅旗幫老大鄭一收養，成為咗紅旗幫嘅一份子。去到呢度有必要講下紅旗幫同埋嗰陣時嘅海盜係咩一回事。喺嘉慶年間嘅海盜集團呢，分為咗6班人馬，分別以唔同顏色嘅旗幟為號，包括綽號東海白嘅吳知清嘅黃旗幫，綽號烏石二嘅麥有金，佢嘅藍旗幫，總兵保梁寶嘅白旗幫，蛤蟆清李上清嘅青旗幫，郭婆帶嘅黑旗幫，同埋鄭一嘅紅旗幫。而紅旗幫呢，就係當時6大旗幟幫派入邊最強嗰個，有600去到1000艘船，人數大概就係2萬至到4萬左右，係所有海盜嘅首領。勢力範圍由接近海南島嘅雷州半島，去到廣東新會汕頭一帶，喺香港嘅大嶼山都有佢哋留低嘅足跡。電影《加勒比海盜魔盜王終極之戰》入邊，周潤發所帶領嘅南海海盜集團就係以呢一班海盜為原型。返返去被捉嘅張保仔嗰度啊，傳說話佢年輕嘅時候樣貌俊俏，深得鄭一同埋佢老婆石洋嘅喜愛。甚至有講法話佢哋3人之間唔止係普通家庭咁簡單。靖海分記記述鄭一辟之，講緊嘅就係張保仔受到鄭一嘅寵愛。有傳聞就話張保仔容貌清秀，係個小鮮肉嚟，所以好快就受到鄭一嘅青睞。而佢哋兩個同埋鄭一嘅老婆石洋就開始咗一段三角不倫戀啦。佢哋海盜唔受傳統禮教嘅規範，亦都因為海盜基本上以男性為主，所以就唔會咁介意同唔同嘅人有親密關係，所以就咁樣出現咗張保仔呢個貴圈有啲亂嘅情況啦。只不過後嚟喺嘉慶12年10月，即係1807年，鄭一喺一次颱風中意外身亡，石洋接掌紅旗幫，唔單止穩住咗局勢，仲將權力慢慢交俾張保仔，兩人後嚟更結為夫婦。張保仔正式成為紅旗幫嘅最高首領，而根據估算，紅旗幫最鼎盛嘅時候有超過600艘船，2至4萬名手下，遍佈粵東沿海、海南島、福建以至南海一帶。
活動範圍之廣，幾乎係一個海上王國咁樣。相比之下，當時成個廣東嘅水師淨得2萬左右嘅士兵，可見張保仔勢力係何其龐大，根本上就唔使驚清朝嘅海軍水師。而如果你問外國列強呢，當時葡萄牙喺遠東嘅嗰幾艘戰艦只夠勉強保護澳門，而英國嘅艦隊主力仲喺印度，仲未佔領新加坡。荷蘭人呢就主要集中喺印尼一帶，西班牙人就喺菲律賓，中國東南沿海海域就係海盜嘅天下。面對咁龐大嘅勢力，清廷當然唔可以坐視不理啦。嘉慶年間，清廷官軍多次出兵，都俾張保仔打到損兵折將。嘉慶13年7月，總兵林國良戰死；8月，參將林發敗陣；14年，提督孫傳謀先打贏後失利；6月，總兵許廷貴又敗於危甲門，後自刎而死。呢度嘅亞良械呢，就位於虎門以東，即係威遠島；危甲門就即係澳門以西，而家珠海大橋嘅位置。萬山就係大嶼山以南嘅萬山群島，可見香港嘅四周，張保仔真係打遍天下無敵手咁滯。官府於是就避免同佢直接衝突，改以堅壁清野嘅方法，想截斷佢嘅補給，例如禁船出海，禁止鹽商用水路運輸，要佢哋改行陸路，務求切斷海盜嘅補給來源。新任兩廣總督白寧到任之後，亦都封鎖海港，打擊海盜，令到佢哋冇嘢好搶。但係咁樣做又變相喺度搞啲平民，因為一旦冇得靠搶商船嚟揾食，海盜就會轉向沿海村莊落手。張保仔就開始襲擊村莊，老人勒索，尤其係一啲冇防衛嘅窮村。因為當時嘅村民如果有錢嘅話，就會興建堅固嘅房屋，好似新界啲圍村咁樣，亦都會請人保護村莊，所以會被海盜綁架嘅通常都係貧民。有啲村民交唔到贖金，就會被逼加入海盜隊伍，而加入咗就冇回頭路㗎啦。因為一旦離隊返鄉，就會被官府同鄉親認定係海盜成員，日子只會比做海盜更加難過。而張保仔艦隊中可能有一半以上嘅成員都係呢啲協從者，而為咗管好咁多手下，張保仔亦都設立咗嚴格嘅規章制度，例如身為海盜違背上級命令者斬，偷竊公共財物或搶劫友好村莊者斬，私藏戰利品者斬，凌辱婦女者同樣處死，偷懶或臨陣畏縮者割耳。至於海盜集團整體點樣賺錢，除咗搶掠打劫之外，就梗係靠收保護費啦。海盜6大旗幫喺各自勢力範圍入邊，都會向往來船隻收保護費，收嘅錢亦都真係會保護好啲船，應該係啦，免受其他海盜或者貪污官員嘅騷擾。遇上海盜船，只要出示已經繳交保護費嘅憑據，就可以獲放行。若果海盜睇到憑據仲係強行搶掠嘅話，咁船主就可以直接揾張保仔算賬，可以獲得額外賠償。而犯規嘅海盜亦都會受到懲處。正正就係因為咁樣，張保仔先可以養得起幾萬人嘅艦隊。整個海盜集團幾乎就係用軍隊嘅方式去管理，效率極高。頭先講張保仔海盜集團點運作之前，講到張保仔嘅搶掠一直持續到嘉慶14年10月幾。咁1809年10月呢個時間究竟發生咗啲咩事，令到深入內河嘅張保仔退走呢？差唔多喺呢個時間，兩廣總督就派咗南海縣同埋香山縣嘅官員為代表，同葡萄牙喺澳門嘅長官亞美利加舉行會議，訂立咗一個條約。呢個條約於1809年11月23日由雙方喺澳門簽字承認，組成咗由澳門水師同6艘葡萄牙軍艦合組嘅海岸巡邏隊，以6個月為期，往來巡守自虎門至澳門一帶嘅水域，封鎖海盜所出入嘅一切水道。滿清政府方面負責籌餉8萬兩，作為葡萄牙海軍裝備之用。打擊海盜所獲得嘅所有戰利品，則由澳葡政府同埋滿清政府平均對分。張保仔知道官方要剿滅佢，就將艦隊集中去到大嶼山，準備迎戰。喺呢個時候，張保仔同埋郭婆帶嘅黑旗幫海盜匯合埋喺一齊。
但又因為葡萄牙嚟攻擊，所以紅旗幫同埋黑旗幫又分開返。黑旗幫就停泊喺東面嘅海域，紅旗幫就停泊喺大嶼山啲海灣入邊。葡萄牙人嘅呢次攻擊並未對海盜帶嚟任何傷害，但係喺中國水師同埋葡萄牙艦隊知道咗海盜大部分船隻都喺大嶼山之後，就希望藉呢個機會將佢哋全部殲滅，開始喺大嶼山附近封鎖海域，展開咗長達9日嘅圍攻。清軍用咗火船設埋伏兵，又試過派人爬上敵船搞破壞，但係紅旗幫就死守。喺呢9日入邊，張保仔嘅艦隊被困，但係亦都多次咁嘗試派出小艇，派人爬上清軍嘅艦上面突襲，但係都冇咩特別大嘅成果。去到第8日嘅時候，官兵仲曾經放出8隻火船，想仿效赤壁之戰入邊嘅黃蓋，用火船嚟撞向敵軍，但係點知連個天都唔幫佢哋，俾啲風吹返轉頭喎。事實上呢9日入邊，海盜被圍困嘅最大原因係因為佢哋要修理艦艇，所以去到1809年11月29號，到修理工作搞掂晒之後，佢哋就突圍而出。但係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頭先講過海盜艦隊係分咗紅旗幫同埋黑旗幫呢？咁點解張保仔嘅紅旗幫喺呢9日入邊唔去揾黑旗幫幫手呢？其實佢哋有揾過㗎，只不過郭婆帶坐視不理，所以張保仔喺突圍之後就去咗揾郭婆帶算賬啦。兩大艦隊火拼嘅時候，可能係因為張保仔啱啱先俾清廷攻擊完，所以就損失咗16艘海盜船同埋大概300個手下，輸咗俾郭婆帶。不過經過咗呢次內訌之後，郭婆帶知道咗同張保仔結仇，又俾清廷水師同埋葡萄牙艦隊圍剿，兩面受敵係非常之危險嘅，所以就喺部下嘅建議之下，喺12月向清廷投誠。郭婆帶自此亦都改名做郭學顯，成為咗廣東嘅一名把總，而黑旗幫亦都就此聲飛雲散。喺郭婆帶投誠之後，石洋同埋張保仔因為海盜集團勢力受創，並且認為自己嘅實力比郭婆帶強勁咁多，如果投降一定成為到高官，加上自己未必保證一定喺郭婆帶同埋清廷水師嘅聯手之下可以全身而退，所以就開始喺度諗緊改邪歸正，就放出口風話俾清廷嘅使者聽自己有意投誠。而兩廣總督白寧為咗急急腳咁完成肅清海盜嘅任務，以便早日向北京有所交代，就應承咗，只係帶咗少數親信嚟到海盜船上面談判，令到石洋同埋張保仔好感激，仲親自帶咗一啲海盜嘅家人去到廣州做人質，以便投降順利進行。橫行一時嘅張保仔就咁喺嘉慶15年1810年放下屠刀，成為咗滿清嘅一名官員。而石洋就住咗喺澳門，開咗一間賭場嚟度過人生餘下嘅光陰。張保仔喺投降冇耐之後，亦都改名張保，並且成為咗肅清其餘海盜嘅先鋒。烏石義、麥有金嘅藍旗幫就係俾張保剿滅嘅啦。呢條片所引用嘅一啲古文資料，都係出自兩廣總督為咗歌頌自己收復海盜集團嘅豐功偉績，而喺呢段時間寫嘅《靖海分記》。等陣，乜你哋唔覺得張保仔嘅投降有啲太輕易嘅咩？清廷水師雖則話可能自己幾次都打唔過，但係竟然會接納呢啲殺人放火乜都做齊晒嘅海盜投降，仲俾埋官佢做。其實呢樣嘢可以分為幾方面嚟睇。首先就係緝捕海盜嘅經費真係非常之高，而正正就因為呢個費用太過之高，如果可以吸納呢一班海盜為己用嘅話，就可以大大咁節省經費。第二就係嘉慶帝當時有要求過兩廣方面勉力辦理，要斷海盜嘅接濟，並且加強水師訓練同埋修理戰船，可見嘉慶皇帝係有重視過呢樣嘢嘅。事實上，早喺嘉慶5年，嘉慶皇帝已經有親自下旨要求加強海防，唔俾官員揾人代替出洋巡哨，並且指出盜匪喺海上肆意劫掠係對商民嘅禍害。第三，當時清廷未經歷鴉片戰爭，仲保有天朝上國嘅觀念，但係廣東海盜嘅充斥令到佢哋覺得天威受損，喺外國夷商面前有失威嚴，所以希望盡快解決海盜問題。仲有就係清朝暫時的確喺兩廣嗰度同海盜集團冇得打，就算可能有幾次捷報都好，都只係捉到零星幾艘海盜船，或者咁啱包圍到
並冇得全殲成個海盜集團。藉住郭婆帶投降嘅呢個契機，招攬擁有更加大艦隊同埋實力嘅張保仔嚟進一步分化海盜集團，用內部矛盾嚟各個擊破，以盜制盜，係清廷一個比較有效嘅應對方案。去返張保仔嗰邊嚟睇啊，就算佢做得幾大都好，都冇可能好似鄭成功、鄭芝龍咁樣，而且又有郭婆帶投降在先。如果自己投降清廷嘅話，分分鐘可以靠住自己更加大嘅影響力，獲得更加高嘅官位，結束雖然身為海盜王，但都仍然算係要漂泊同埋搏命嘅日子。另外喺嘉慶14年，福建浙江一帶同張保仔遙相呼應嘅另一大海盜蔡牽，被清軍大敗身亡，相信亦都同樣令到張保仔有所恐懼，加強咗佢投誠嘅意願。喺嘉慶24年，即係張保仔投降嘅9年之後，經歷過成為守備、參將等等嘅升遷之後，為咗令到廣東沿海嘅居民滿意，唔好勾起佢哋傷心嘅回憶，張保仔調任福建，成為咗福建閩安協副將，官至3品，並且仲準備調任去駐守澎湖列島。不過就喺呢個時候，做緊江南道監察御史嘅林則徐就十分之睇唔過眼啦。佢喺嘉慶25年嘅2月，為咗張保嘅呢件事上咗本奏摺，主張應該限制佢嘅升遷。其實好似張保仔咁去到呢個職位，好容易就可以再成為總兵。但係一個海盜出身嘅匪徒成為總兵，實在好難以令人信服。所以林則徐就寫話：而家有啲原本做過海盜投降過嚟嘅水師副將，俾佢哋駐守喺海外重要嘅地方，好似唔太妥當。建議皇帝批示可以調佢哋去其他地方，唔好駐守喺一啲咁重要嘅地方。同時喺佢哋升官方面都要有所限制，咁樣先可以維護官位嘅尊嚴，同時令到軍隊嚴正有紀律。就係因為咁樣，張保就失去咗前往澎湖嘅機會，升遷之路亦都被阻斷。頭先咪提到石洋去咗經營賭場嘅，原本佢同埋張保投降嘅時候所得到嘅封賞，都因為林則徐嘅奏摺提及到佢榨取金錢並且曾經改價而被剝奪，所以可以話日後喺虎門銷煙開啟咗一個時代嘅林則徐同張保仔係有大仇嘅。畢竟阻人發達猶如殺人父母啊嘛。張保仔就喺呢場鬧劇嘅2年之後去世，享年大概36歲。喺張保仔死後，擔任軍中千總嘅仔張玉麟亦都因為被控醉賭而遭受到牢獄之災，冇幾耐都死埋。張保仔嘅故事就咁就講完啦，但係喺張保仔之前嘅海盜故事仲未講喎，所以都唔好唔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最好就撳埋個鐘仔做齊 CLS 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